根据高铁的统计，自从疫情退去了后，去年一年有7309万人次来坐高铁，营收有到498亿，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。也对7月开始，高铁嘛要搁开始增加车班，拍算一礼拜会出1103班车。 台湾高铁早起举行股东会，公司财报显示，去年旅运人次搁再创新高，全年旅运人次达到7309万人次，营收498亿，而且今年第一季旅运人次持续成长，逐工超过21万人次。7月开始会搁定期增加班次，这完是高铁伫疫情了后第4届增加班次。 回顾去年7月，增加班次到每礼拜1025班，10月达到1039班，今年1月1060班，7月会达到1103班次。2023年日均运量来到20万人次，比疫情前的2019年每天多出约15000旅客。7月再度增加43班次。 届时每周总班次数当达1103班。营运各创下新高，股东会通过每一股配发现金股利1.02块。对有股东关心台湾高铁延伸计划，询问高铁延伸到宜兰进度如何？高铁公司是回应，高铁所营运的南港到左营，较早是 BOT 的方式兴建，目前延伸计划宽限伫交通部。我依然判断那个高铁的预案，但是。 现在进度如何？我们可不可以发起公司仔？南延啊、东延啊，或者环岛啦、等等，都是属于国家重大交通政策，那是由交通部来负责规划研议。交通部如果有需要提供我们公司在兴建以及营运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会提供这些相关的经验以及数据呢，来供。 主办机关来参考。另外，部分股东嘛关心，针对政府2050净零目标，台湾高铁具体的做法。高铁是回应，持续进行碳卡热的盘查，也会调集专家推测相关的应用措施。另外，还会参照全球铁道运输业的做法，导入各项降低气候变迁加调适的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